球若升高了袂使落，啊，骹若升高了袂使动，啊，就安尼。啊，较简单的。所以如果我下半年遇到同样的状况，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？球若升高了袂使落，啊，骹若升高了袂使动，啊，就安尼。简单明确。对啊，台语听无？听有。这顺口溜，顺口溜。为什么？因为洪总是不是我们啊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个偶像，所以其实看到他本人特别的兴奋，对，所以就赶快求一张合影。那你为什么要找洪总合照？因为他很漂亮，我觉得不合照。哦，所以他不认识。我认识啊，他一看就有那个光环在，有一个气场，有个气场。洪总的气场。高妹，这是你第四队开球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不一样，就是这次有跟曹宇哲一起来开球，特别兴奋。因为其实之前真的就是有活动一个人，但这次其实有伙伴一起，我觉得感觉特别好，特别好玩。好玩。对，其实跟运动精神是很像，就是要不要惧怕，然后什么都不怕，往前冲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希望有机制有参加球员互相接超跑不要骂。那这次我们看到现在好像对号选择的是7号，好，按照惯例来讨论，为什么来选7号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像 Sayer， 我其实就很喜欢7这个数字，然后很多像背号啊，或者是我的很多 ID 上，我都很喜欢把7号在里面，所以这次选背号是毫不犹豫就选择了这个 Lucky Sayer。好，那也希望可以将新来分给参加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这一次郑豪如其实也是第4次来到中华18来开球，再一次搭上我们的红手球来开球，心情如何？一样很兴奋，而且这一次可以跟曹宇哲一起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而且可以互帮看看开球，也是非常开心的。那对号可以问一下吗？是15号。15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生日是15号。这样特别意义。是，那当然跟号码对我们特别重要。最后再请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这边的话，播出的时间，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？谢谢。好，将今天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巨硕，让我们巨硕电力十足，来到我们现场的。